凌晨3点，手机荧幕还亮着，你的回复卡在正在输入的边，咖啡变凉，情绪却越来越淡，一句话删了又重写，谁先投降？CIA 能压嘎，像咒一样绕在我心啊，说得不清不楚，偏偏让人放不下。CIA 能压嘎，就当是我们的密码，懂的人一听就红了眼眶，不懂的人只当笑话。你说别问，问多了感情会坏，可是不问，我怎么确定你还在？朋友圈里，你笑得太用力，我点进去看了又关掉，当作没看见自己。像是快要说爱，又想准备离开啊。CIA 能压嘎，我反复听你语音沙哑，每一个停顿拖长成一整夜，谁舍得先放下？如果那几个字只是打错了，那为什么每次想起，心还是会皱着？走不出的不是房间，是你回避的回答。我翻译了10000遍，还是听成牵挂。不完整也算我们的对话，说不明白就让沉默替我们签下